奶奶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怎么那么肮脏呢？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。那就他一个人在你行宫呢？阿壮在保护他，我怕他妈妈回来劫人。那你说说你的解救方案。计划进行中，不告诉你。好啊，你这么独权，那你去面对乔氏的老臣子们，还有传媒。我睡觉。别这样嘛，大美女。这样吧，我只需要你用你的名义帮我在乔氏开一个记者发布会，然后把这件事所有大大小小的角色都请过来，那就可以了。那什么主题呢？乔家大喜啊！你要让他们母女回门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又让我御驾亲征，你又不给我程序表。我这个人呐，向来不干没有好处的事儿。来，开条件吧。我听你安排，宫全归我。过全归我。当然了，年轻人不吃大苦，怎么能成大事啊？另外，你不能荒废业务，早晨10点到下午6点必须去乔氏上班。这个，咱们就等于没见过，退朝。啊，好。哎呀，我答应了。好，那我就支持你。燕归呀，来了。你给我打电话回公司，下午我要开记者大会。好的。爱死你了我。金帆也很开心呐。看来呀，这夏婉晴还真是有点作用。你真的决定不让你妈陪你一起去吗？我妈受乔家的气已经受够了，在我还没有弄清楚老太婆还有乔金帆在玩什么把戏之前，我不能让我妈再冒险了。而且现在我脚受伤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相信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你放心，有我在。喂，是，我知道。怎么了？谢兆后说，乔老太太让我们的车从后门进。没事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堂堂正正的从正门进去。来雪，过来这里吧。来，小姐，不枉你费尽心思、3番5次的借助传媒的力量，最终的目的也是想见我这个老太太，对吗？乔老太，你拒见我们新来的母女27年，如果不用点伎俩，恐怕你100年归老，我连你面都见不上了。来雪，爸，我宁可给她留下坏印象，胜过无印象。没事儿，熬到我这个岁数了，什么场面没经历过？放心吧，我不会因为他的2句话就怎么样的。这位不是华朗集团的莫凌天先生吗？我不是华朗的了，我已经辞职了。凌天会把徐氏那双联地合约
一同退出华朗，加入我们乔氏。这样的话，会让同行大做文章的。兵不厌诈，徐氏那地皮就在乔氏及华朗中间，谁拿下这块地，谁就是这一区的老大。几家银行的行长还等着约我谈这个项目的贷款呢。哼，这些年了，还真没看见你说话这么有底气了。奶奶啊，这个项目是乔董的强心剂，难怪来小姐非要抢人家的未婚夫不可。乔公子，我跟林天纯粹是感情，跟生意无关，请你不要挑拨离间。好，来小姐，那我也直截了当了。我猜你这次来是想说，你本来也没想争什么，只不过是你的身份被揭穿了，你就想正个名，让人们知道你是堂堂正正的乔继云的女儿。你不是要钱，就是想证明，对吗？是的。你看，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我随口一编就编出来了。我看人呢，从来不听他们在说了些什么话，而是看他们在背后做了些什么事。我在背后做了什么事啊？本来呢，我是想让纪云亲自给你们一笔钱，大家好来好去嘛。只要数目合理，我会非常爽快地给你。但是，奶奶，你这不是逼我这老太太跟你撕破脸吗？乔老太，您纵横商场，我只是一个孤女，我没有什么本事。这报纸上写的都是我父母的故事，您怎么可以用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来猜度我呢？早叫你不要轻敌嘛！去，我们都有父母，父母养我育我，我们对父母的了解有多少？通常都是一知半解的多。像有些人对自己的父母如此冷漠，有比这个更不孝的事吗？我知道乔老太不愿意认我这个孙女，乔公子不愿意认我这个妹妹，但是你们不能阻止乔董认我这个女儿。乔老太，您可以斩断我妈跟乔董的爱情，可是您斩不断我们父女的亲情。看来，来小姐果然不好对付。不管乔老太您怎么想我，我只有一句话。我只想认回我爸，我不想要钱。现在我宣布，我儿子乔继云因为身体不适，需要长期的休养，辞去乔氏所有职务，由乔金帆代乔氏董事长一职，即日生效。这，嫂子，回站。来小姐，现在你的父亲不再是位高权重，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头，无权无势。你如果坚持还认他做父，还坚持我认你做乔家女儿，我就会连他将来分乔氏家产的资格都全部取消。你还认吗？你真的是我的奶奶吗？你为了不认我，这么对待你的亲生儿子？是啊，你想争取你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，我那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儿也想争取她的丈夫对她一心一意。可是她争取到了吗？你要帮你的母亲讨回公道，那我也想为我的孙子和媳妇儿讨回公道啊！哼，你这丫头啊，看似柔弱，而且不管是非对错，只一心想达到目的。可惜，你今天的对手不是那个夏家的夏婉晴。如若你不知难而退，恐怕你的苦头还在后面。我再问最后一句，你要多少？
是，我是穷，我是不清不白，但你也不能拿钱来这样侮辱我。你不要否认，我身上流的就是乔家的血。您是我的奶奶，我是您的孙女。奶奶，你别被他那双月亮眼骗了。那天在婚宴上，我看见他自己滚下楼梯的，是我亲眼所见的。我真的没有要抢你的未婚夫，你威胁我，还要把我妈是乔静云的前任给公布出来。你听我说行不行？不用介绍，相片就是真相。来雪，你别走！啊！不要推我！啊！来雪！多狠的骗子，你别相信他。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知道你跟夏文清有染，你当然愿意帮他说话。来雪只想叙说她母亲的故事，如果其中无半分歪曲，路人皆见，那又如何？虽然她母亲的故事谈不上可歌可泣，其中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比起你们乔家的卑鄙，实在是自愧不如。我不是卑鄙，我是卑鄙无耻，而且刚刚当上乔氏董事长。有钱，有势，长得还挺帅，是吧？行，你要写故事，我天天陪你写，天天颠三倒四，熬黑你的月亮眼，看谁的标题大，看谁更狗血，怎么样？说的厉害，就怕你不敢。我想说几句。如果我不在乔氏的话，那莫凌天那双联地合同，我将会另组公司，跟他及雪儿一起推动。没想到，你的翅膀真是硬了。妈，请你不要扼杀我为乔氏立志大功的机会。你宁可放弃我，只手遮天的去支持一个从不爱在公司出现的乔金帆。你怎么向一般老臣子及高层交代？嫂子，双联地这个项目对乔氏集团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让纪云另立门户去做的话，就等于对外人说乔氏分家了。这个一时之气还赌不起啊。是啊，我是觉得乔老太跟乔公子应该是受人摆布。像夏婉晴这种人，没有人比我还有凌天更清楚。现在夏家也答应要让他离开中国，我相信假以时日，自然会黑白分明的。说得好，我喜欢你那句"假以时日，自然会黑白分明"。你最近老看电视剧啊？我也送你一句：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姐姐，我真的佩服你的口才啊！这局我们扯平，我跟你玩，不知道下一局你敢不敢跟我玩啊 ？OK， 时间刚好，我请各位去看个热闹吧。没错，我觉得也是。先叫纪云别下来。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我呀是怕这小祖宗一会儿搞出什么名堂来。那记者们再一围上来，这种局面就不可收拾了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夏婉晴，你又想搞什么？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。欢迎各位记者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发布会，麻烦各位好好的记一下我今天所说的每一个字。如果发现谁写错或写漏，那不好意思了，我明天就会把他的杂志社买下来，然后呢，炒你的鱿鱼。
好，那我介绍一下，我身边的这位呢，就是夏婉晴小姐。那我对她呢，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但是，她却对她的前度未婚夫莫凌天先生一心一意，拒绝了我的告白。我乔金帆买东西从来不看价钱，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唯独爱情是真的买不到的。幸好莫先生是个机会主义者，当他发现这位坐在轮椅上面今天来凑热闹的这位来雪小姐，发现乔氏比夏家还要有权有势之后，他就决定抛弃了夏小姐，投到来小姐的怀抱里面。我还想介绍一下这位美女，奶奶。这位美女就是我的奶奶。奶奶，我很感谢你一直对我无限量的支持和爱护，谢谢你啊，美女。那么我现在呢，想跟各位宣布，我乔金帆在这里向夏婉晴小姐求婚。夏小姐，你真的打算嫁给乔公子呀？你刚被人悔婚，现在就嫁给乔公子，不怕人说你是朝秦暮楚吗？你和乔公子是真心相爱吗？还是对你前任未婚夫的一种反击啊？你怎么没跟我商量？你胆子这么小，那我们怎么展开报复的计划呢？这是你最好的护身符，要不要继续下去，由你来决定。莫先生公开悔婚，抛弃了夏小姐。为了洗白自己，他真的是用心良苦。前阵子说夏小姐爆料乔家丑闻一事，我相信也是莫先生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。还有前阵子，各位应该还记得来雪小姐滚下楼梯那件事吧？那天晚上我也在场，我亲眼看见呢，是来雪小姐自己滚下楼梯的，还要恶人先告状，要告这位夏小姐伤人罪。可现在夏小姐已经是我们乔家未来的孙媳妇了。我想公开的问一下，自称是乔家私生女的来雪小姐，你还想不想告你的未来嫂子？如果你还要执迷不悟的话，我们整个乔家都会奉陪到底。夏婉晴，你是真的想要把我搞死，你才甘心是吗？我没有抢你的未婚夫，是他不要你的，你搞清楚啊你！夏婉晴，什么人不好投靠，你偏要投靠他？你一定要赔上自己的名誉，来报复我，对吗？好，我等着你，等着你再一次被抛弃。各位，我今天在这里宣布，我接受乔金帆先生的求婚。一定要幸福，其实很容易满足，爱是相互。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订婚了。亲一下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